熄晒啲火先可以救翻我哋嗰座。而家我哋嗰座最尾仲燒緊㗎。而家佢同佢爸爸兩個都未出嚟，同埋我哋樓上樓下我都見到個師奶，佢老公已經走咗啦。我們這個樓買了有20多年了。他說全部家長全部都買這個樓，你說現在這個一燒這樣子還有什麼了？什麼都沒有了，要我們怎麼辦呢？現在心情想死的心情都有啊。看到這樣也幫不了手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因為聽到琴晚都好多自己嘅朋友啦，朋友嘅朋友啦，好多都住喺裏面嘅。咁有啲咧揾得到咯，有啲就見唔到咯。唉，總之覺得即係唔係發生喺自己身上咧，即係感覺度冇咁大咯。但係親身喺度，即係成個過程感覺咧，真係即係好似個心好唔安樂咯。